Hello，先欢迎呢我们的蛙贵以及我们的蜜蜂，还有我们的黄正，还有呢我们的燕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我有看到说燕秋等一下要去上课，对不对？所以说呢，等一下会观赏一下下，然后呢，等一下要赶去上课哦。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哦，今天特别呢还抽空跟着我呢去到这个小作所，也就是照顾智能障碍的小朋友的地方，来跟我上一堂课哦。也感恩我们的小秋。再来稍待会呢，我们在等大家进来的过程中，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记得我们的节目呢是咱这个台语的节目吼，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咧，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咱来收听一下咱音乐打紧机的 CD 专辑。马路会满心兴，一道相兵要万胜。不要紧今天要帮台语节目呢，我会转一寡国语今晚的这个台语节目呢，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蜜蜂大大听不懂台语，你放心的，我会转一些这个国语上来可以很放心的。先来收听一下呢电台的开场歌曲，我们的7字调，感恩大家。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笑嗨嗨。阮的节目是袂凊彩，文化推动的电台，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报你知。歌戏团唱多自在，戏剧团成亲像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蜜蜂大大继承礼拜五才是台语电台啦，没关系，我们会转一些国语呢，掺一挂这个国语的礼拜里来对哦。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柔语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也欢迎呢我们的 JUN 大大他说要段考了啦，很棒哦，这一次的段考是期末考吗？是不是？那要加油哦！一边读书呢，一边聆听这个雨涵电台我怕你会分心了再来呢，不外乎呢，我们要先来这个天气预报咯。
明天的天气呢，这个北部地区哦，终于呢，这个白天0%哦，但是呢，晚上10%哦，10%应该是不太会下雨啦哈。但是呢，这个白天哈，这个0%可以开心一下下喽。再来呢，我们的台中以及台南呢，明天的降雨的几率0%，所以呢，也恭喜我们台中以及台南的朋友。再来呢，我们的台东地区哦，明天的降雨几率呢是这个20%哈，所以说呢，明天台东地区的朋友不外乎还是要带一下雨具了哈。虽然说呢20%还是少少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这个带一下下哈。再来呢，哇，我们的蛙贵哈说耶，终于呢北部不会下雨了哦。有没有快要发霉的朋友啊？再来呢，我们的小秋说老师太有才华了，动态、静态皆有。然后呢，整个课都没有人冷场，然后呢，他们很喜欢哦，感恩我们的小秋。小秋呢，今天跟我去到一个小作所的一堂课，我刚好这个中午的时段呢，看他说小秋有密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他，跟他说呢，我下午还有一堂课你要不要跟上这样子他就说呢，没关系，他要跟上。哇，特别呢，从这个永康区还特别骑来到东区，先感恩你哦。再来这个北部的朋友，哇，终于呢可以不用下雨了也欢迎我们的美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雨涵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这个节目呢，除了这个戏曲知识以外呢，其他还有我们的明天的天气预报，还有呢今天的新闻节目哦。我们的蜜蜂说我在南部啦，我在南部不要紧我报的这个北部啦、中部、南部一共的这个东部报一个所在而所以讲呢，你若要详细知影讲你遐咧有落雨啊，无落雨爱上网络去查一下哦。然后呢，我们的蜜蜂说为啥呢？我在南部呢，我住的这边呢有下雨哦。这部会一开始呢，咱来穿插一下歌曲的咱来唱一下花高原一港良夜之歌。温阳光无七十相守，心不快些无理由，归爱多数去拜寿，绵绵今宵若优秀。quân núi hong ca chiến kinh đi khờ bi hong hong biên kín kín cả ý cuối ấy kia liền đi xin xin điện đỡ yang hư quy kim toan pa pa xin xiao phi thao tiếng quan bin suy
君天破意，我家悲在伊负担，好嘛伊回过意。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呢起来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啦。咱这个伟成功吼，哇惨啊啦！咱这个蜜蜂大大吼，那听无台语吼，今仔日咧可能只会当听一半安尼啦吼。我们的伟成说呢，蜜蜂吼听不懂台语吼，可能呢一天只能听一半而已吼，哦没有关系的吼，我来一半掺国语，一半掺台语吼，安尼才听有啦吼。先欢迎咱这个 NAI 大大咧起来，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咧，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咧直播哦。莫袂记吼，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也别忘记哈，帮我们分享出去，感恩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明天呢，东部的朋友吼，马在咱东部的朋友咧，爱记吼，炸一下咱的这个语句哦，好伊啦，伊讲咱这个雨伞吼。过来咧，欢迎咱这个 TAN 大大，欢迎我们的 TAN 大大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今仔日的主题咧特别咯吼，这个散播欢喜心哦，等下咧较大家讲落去吼，先来报一下咱这个新闻哦，先来播报一下新闻吼，咱这个日本咧有这个伪造的这个硬币啦吼，这个昭和的纪念币，咱这个昭和的纪念币咧开始吼咧伪造哦。结果咧，抓到一个查甫吼，这是陆籍的男子，就是中国大陆迄边的男子吼，伪造咧这个昭和的纪念币。因咧讲咧，这个昭和的纪念币咧，其实吼做就少啦，所以讲咧，你即摆会当买到吼嘛，真无简单。而且讲咧，即摆的这个技术吼真厉害，所以讲咧，讲了吼嘛要参像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咧嘛是奉劝大家吼，如果你若有钱咧，买一下黄金的啦，买一下股票的吼，你若要讲咧买这个纪念币咧，有时候会买到假。如果说呢，你买这个纪念币吼，偶尔呢可能会买到这个假的吼，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哦。哦，还有这个榴莲烧饼。这是真正会当食的物件吗？过来咧，伫咱这个台北地区吼，有这个朋友咧，去年咧去听这个周董吼周杰伦的演唱会啦。哦，发生在我们台北地区哦，有这个朋友呢去台北呢听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在去年的事情。结果咧，今年咧收到咱这个文化部吼的公文哦。为什么会收到公文呢？咧调查讲吼，因是不是咧卖这个黄牛票啦？去年去看了一场演唱会，结果呢，今年呢收到了文化部的公文问他说呢，是不是卖这个黄牛票？伊就要配合这个调查，配合什么调查咧？你要提出你原本这个座位区啦，伊讲你的票根啦，也还有咧你这个入场的这个 QR code 你的入场的序号啦。哇，可以这么麻烦看一场演唱会伊讲咧，事实上有去看，结果咧个接到这封的公文，安尼就对在我们台北地区呢，有这个朋友呢去收听这个周杰伦的演唱会，结果呢他是去年去观看的，结果呢今年收到这个文化部的公文说呢要配合调查是不是卖这个黄牛票。
必须呢要提供呢座位区、票根以及入场的序号哈。哇，去看一场演唱会呢，怎么衍生出这么麻烦的事情呢？再来呢，我们等一下一样来穿插一下歌曲，咱等下呢赶快来唱一下歌曲，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咱来唱一下呢，咱这个歌戏的传统曲调，咱的大马调，咱做伙来收听看卖哦。反抗之时，山来无势力。并可以故意出手来打紧机，不免强势假大理。驸马，若是完成我的条件，就会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上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使卡洗洗手，是我不介意，照做证明，夫妻才能在可下去。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有完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记号，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记定啊，你啊做会行，全部啊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这条呢是咱这个传统的大马调吼，在咱这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内底呢，哇，这个驸马吼无势力啦，去扇到这个公主一个嘴巴吼，这个驸马呢不小心吼去赏到公主一巴掌了，这下吼代志大条啊啦。所以讲呢，这个公主呢，就逼这个驸马吼爱下跪，该回失礼哦。就逼呢这个驸马吼要下跪跟他道歉。当然呢，这个驸马呢有答应哦，答应完了呢，这公主吼嘛是不爱原谅伊啦吼，这真正是装笑的，安尼就对啦吼。也就是说呢，这个驸马呢真的有下跪道歉，但是呢，这个公主还是不原谅他。你说这个公主是非常的野蛮个性呢？哇，刚刚呢下面呢讨论的很多吃的哦，那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 LEO 大大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呢，咱这个 LEO 大大起来，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吼。你今仔日咧听我的声音吼，可能有一寡的这个卡词的部分吼，因为咧我透早上2节课，今仔咧搁起来做直播吼，所以讲咧小可爱说做想一个安尼就对啦吼。过来咧嘛咧甲大家讲咱这个台北的新闻，再来呢要来跟大家讲呢这个台北的新闻哦。
哇，台北咧有一间店吼，这个早午餐店咧，哇，一盘的这个菜色吼，内底有培根啦，有卵啦，搁来沙拉啦，伊讲薯饼吼，这一盘咧卖580块，哇，夭寿啊，袂遐贵啦。啊，过来咧，这个民众就讲吼，有可能吼是因为个店租价较贵啦，也或者是讲咧，因为台北吼，等吼较无简单，所以咧卖较贵。啊，但是咧嘛，比这个饭店吼价较俗淡薄。但是吼，咱这个民众吼嘛真粗残，结果咧甲拍这个1.7颗星吼，伊开业3天尔，开业单3天尔吼。短变这1.7颗星哈，这则新闻呢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台北的新闻哦。有这个早午餐店呢，这个早餐的拼盘哈，里面有培根呐，有蛋呐，有沙拉啦，有薯饼呐。结果呢，这一盘呢要卖580元。哇，当然了，民众就骂啦，骂完之后呢，就给他留这个评价哈，留了1.7颗星的评价，人家才开业3天哦，瞬间变成1.7颗星。但是呢，它实际上也有贵一点点啦哈，因为呢，他点这个荷包蛋呢，上面3颗荷包蛋呢就要140元哈，也是很贵的哦哈。过来呢，嘿对啦，迄个 TAT 吼是一个图案的脸型，安尼就对啦哈，代表一个酷酷的表情，安尼敢看有？欢迎各位观众呢，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吼，我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都有直播哦，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吼都有直播节目。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天大武汉，我是呢主持人钱蛋雨涵哦。钱蛋的意思呢，就是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呢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这样的意思啦哈。来，我来看一下呢线上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哦。啊，如果呢你若是听无台语的朋友哈，放心，我会一边讲台语一边讲国语。如果说呢听不懂台语的朋友呢，放心啦，因为我会一边讲国语一边讲台语哈。因为呢今天是礼拜4的台语电台，这样子会跟你们穿插哦。再来呢，就要来报咱屏东的新闻哦。屏东呢，昨暗时这个大楼咧大火灾结果咧讲有听到这个争执啦，有听到这个吵架的声音结果呢，这个女儿咧困在房间里面，啊，你母亲咧呛伤哦，甲大家讲一个咱若咧用电啦或者是讲咧用这个赖打啦，咧食薰啦，也是讲咧烧这个金纸等等有用到火。都要注意，安尼就对了哈。这是在屏东的这样子的新闻。那呢，昨天晚上呢发生这个大楼的火灾，那呢疑似里面有人在争吵的声音才酿成火灾啦。那呢，有一个女儿呢困在房间里面，那妈妈呢是呛伤哦。那呢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在用电啦、用火啦、用这个打火机啦，还是呢烧一下金纸、烧金纸啦，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哦。等一下，这一则新闻呢，一样是有关于屏东的新闻哦，但是呢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哦。欢迎呢我们的可恩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咱来唱一下咱这个传统的七笛亚调。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这个传统的七字调给大家听。但是呢，我们唱这个《一怒打金枝》CD 专辑里面的歌词哦。欢迎大家收听这首七字调。世上何定是伟大
虽然为尊，你甘知？天地君亲锁，着招牌，君在亲上，你敢不知？再讲虎庙啊，对你的听声，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水明。这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哦。那呢唱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歌词，那呢在论这个身份以及地位哦。先欢迎呢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泰文的朋友哈，这个 SU 啊后面念不出来了哈。欢迎我们这位朋友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 JIA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感恩您。我们的 JIAN 大大讲吼，真好听哦，感恩你的一个耳朵吼，感恩你。过来呢嘛，欢迎吼，咱这个女主呢，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过来咧，来给大家直播一个吼，咱这个屏东的新闻哦。嘛，感谢咧，咱这个换过讲吼，如果诶啦介意这个主播的朋友吼，这个脸书伊个 IG 拢会当来搜寻这个郑雨涵吼，会当搜寻我的频道哦。感恩大家啊嘛卖袂记的吼，毋是搜寻这个脸书伊个 IG 尔吼，嘛会当来加入阮这个赖群组。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咧，有咱的这个赖群主吼，逐工要这个直播的时阵会甲你通知安尼意思啦吼。欢迎各位朋友呢，加我的脸书以及 IG 吼，都叫做郑雨涵。那呢不是只有加脸书以及 IG 而已哦，我们也有这个赖群主吼，在这个底下的资讯栏连结，那呢每天要直播的时候呢，就会提醒你哦。感恩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欢迎你的支持，欢迎你的订阅哈。但是呢，礼拜四呢原本是我们的台语电台，那呢我们会穿插一些台语哈，穿插一些国语安尼哈，一边讲台语，一边讲国语，互你来听刚好真舒适安尼的对哈。先欢迎咱这个 SAN 大大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伊讲咧 ，nice 啊，过来后壁这里我袂晓念啦，歹势吼。先欢迎咱这个 SANM 大大哦。真歹势吼，因为咧我这个英文真正不好，我这个英文真的不好吼，所以说呢，先跟你们讲一下吼。过来咧，咱赶快的来讲咱这个屏东的新闻，屏东的新闻哦。有这个警察吼，伫这个值班台顶面呢，竟然呢在录手机啊吼，看这个女直播主咧直播啦。结果咧吼，互这个民众咧哀批讲吼，真正吼态度有够歹的啦，而且咧伊咧执勤这个公务吼，搁伫这个执勤台顶面呢，较会当耍手机啊，而且咧较会当看这个女直播主的节目安尼就对啦吼。所以咧，这个53岁。这个警方吼，就互这个记小过一支哦。在我们屏东的新闻哈，有这个警察呢，在上班时间哈，在这个值班台的上面呢，看这个哈女直播主啦。
怎么会卡词呢？他在这直播台，值班台上面呢，看这个女直播主哈，可见呢这个女直播主哈多好看，害我都卡词了。结果呢，对民众的这个态度呢，非常非常的差哦，所以说呢，就有民众给他检举，他就被记小过一支哦。那呢，我嘛考劝这个警察啦吼，如果讲咧恁吼一定吼爱看这个女直播主吼，拜托的啦吼，暗时8点咧，给来看一下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吼。甲你滚一下生气的啦！这是呢，这个警方呢，你这个上班时间哈，在这个上班时间呢，居然在看直播节目哈，那呢不外乎呢，你来看一下这个雨涵电台哈，到底有多赞哦，应该是不会被检举啦。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喝醉了哈，对啊，因为早上一场日照中心，下午一场这个至亲的小朋友，在晚上在一场直播哈，说实在是蛮累的啦。所以呢，有一些卡词的哈，就敬请见谅一下下了哈。再来呢，我们的先欢迎我们的 VOVU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想跟老师分享呢，你喜欢歌仔戏，喜欢呢这个水袖啦、马鞭啦、这个染口啦，但不知道呢去哪里学歌仔戏哦。还有呢，你也喜欢这个厚底厚底靴你现在几岁呢？如果说呢，还是可以就读大学的年纪，或者是小朋友的年纪呢，可以参考我们的台湾戏曲学院哦，可以去参考一下。另外说呢，如果说呢，你已经是不能读这个毕业的年纪了啦哈，所以说呢，如果不行的话呢，你可以找这个民间戏班，以及呢，如果在这个高雄的地区呢，高雄地区有这个陈昭景老师开班授课。以及呢，台南地区未来会开班授课啦。那呢，如果说你在北部地区的呢，也可以找一些剧团呢，可以加入，甚至说呢，大稻埕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学习的社大班，我不太确定。那呢，台中地区有这个李进芳老师也有开课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地区啦所以说呢，我跟你介绍一下，说呢，这几个地区都可以这个。都有课程可以报名，这样子就对了哈。再来呢，我们这个伟成说被电的呢，你觉得不痛，不过呢，可以调这个功率的大小再大一点你应该就受不了。没错，这个针灸如果呢是电疗的电脑的方式的针灸呢，哇，它其实可以调这个强度的再大一点呢，我相信你也受不了跟来咧，来公布一个咱这个新北市的新闻哦。有这个呢拖板车的业者伊讲呢不熟悉路况啦，所以讲呢这个违规右转结果呢弄死一个70几岁这个女性原本讲是这个大腿骨折而已啦。结果呢送到病院单去敲伊，所以讲呢，这是咱这个新北市的新闻哦。新北市呢有一则新闻是这个拖板车呢，他说他不熟悉路况，所以说呢他违规右转，听好他是违规的他违规右转。撞死了呢70几岁的这个妇人那呢这个妇人原本只是大腿的骨折啦，但是呢送到医院之后呢就死亡了。这是呢今天呢在我们新北的新闻，也先欢迎呢我们的 FOU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呢一个很漂亮的头贴，但是呢我不知道它是哪一国的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咧，起来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嘛欢迎咧咱这个陈阿祖起来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过
来咧，过来唱一下歌曲，安尼就对啦吼。咱头一只咧唱花轿烟雨港良夜之歌，佮唱咧咱这个七里啊调吼，咱来穿插一个莲花铁三郎一港风萧萧，咱来电视歌戏的曲调来听看卖哦。太祖金雕领风兵。过古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姑尊行苦马路会满身形。去老生兵，叫驸马升。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唱歌乐君知音，恢复最意轮魂灵。山灵惊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你情形，不由过爱讲红回应。这首呢是我们的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有听过这个曲调吗？是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哦，在我们一路打进这个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着说这个驸马非常生气的回府内呢，回到家中呢，想要跟这个公主来理论哈。然后呢，我刚才有看到哦，这个伟成说刚刚调整的人员呢，调整大小。你根本没感觉，要求调到呢，我肩膀呢自己会跳动哦，应该不算自虐吧？一方面算是一个小小的自虐了哈。再来呢，蜜蜂大大呢说什么呢？老师，我跟你讲，你不能跟别人讲，你讲了我以后就不跟你讲了，要怎么说呢？你想学台语这样的意思了哈。幸好呢，我们被你考倒这样子哈，幸好我还念得蛮好的。过来呢，欢迎咱起来观众朋友的爱叫，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哈。阮一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每日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吼，拢有咧做这个直播的节目。但是咧咱每日拜四是咱这个台语台。台语台我会穿插几挂这个国语安尼就对了哈。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那呢，我们的每周四呢是我们的台语台，但是呢不用担心哦，这个台语台呢我会穿插国语，所以说呢，听不懂台语的朋友呢，可以尝试听听看啊，我会穿插给大家听哦。也感恩呢我们的蛙贵，我们的管理员说呢，新进来的朋友要记得按赞，要帮我们点赞哦，以及呢帮我们订阅，感恩我们的蛙贵。过来咧，赶快爱来报一下新闻吼，咱这个新北市的新闻哦。有这个男子深夜来乱这个超商啦吼，结果咧为什么咧，伊要来乱这个超商咧？真奇怪吼！这个店员咧，感觉足奇怪的啦，伊甲别人这个男子咧，甲别人咧冤家。玩完了咧，入来甲这个店员讲咧，敢会当帮我报警啦？帮你报警这个店员甲讲咧，你家己有手机啊，你家己会当报警啊。结果伊当咧足生气甲这个店员骂啦，
骂完了咧，哇，这个店员吼报警，叫警察来。叫警察来是为什么呢？因为吼，这个警察咧，吼要甲压制吼，要甲讲吼唔通搁你遮乱啊，安尼就对啦吼。结果咧，这个吼暴走的男子咧，继续甲警察骂，而且咧搁摕这个手机啊吼，甲警察翕安尼意思就对啦吼。这个呢是我们新北市的新闻哦。有这个男子深夜来这个闹这个超商，结果呢原因点是因为呢他跟别人吵架，那进来呢寻求这个店员的协助哦，他说呢可不可以呢帮他报警啊？结果呢，这个店员说呢，你又不是没手机哈，你有手机呀，那呢，你就自己报警也可以哈。结果呢，这个男子不知道是为什么哈，怒气开始上来了，开始一直飙这个店员。结果呢，换这个店员呢报警了哈，找这个警察呢要来抓这个嫌犯，然后要抓这个大闹超商的人。这个嫌犯呢，更生气了哈，拿这个手机呢开始拍这个警察，以及呢开始呢来呛警察哦。再来呢，这个伟成咧问这个蜜蜂讲吼，敢是无用电过的什么线没有拔，滑手机也没有事啊？什么意思？我开始看无这段是咧写啥？我开始完全看无。过来咧嘛是咱这个新北市的新闻哦。咱这个新北市的新闻今仔日开会遐济有这个小偷咧，去这个超商内底去偷摕这个自助取货区的物件而且咧伊偷摕要8万块的物件哦。哇！伊就想讲这个偷摕等于了咧，会当当做这个盲盒啦，当这个盲箱落去摕安尼哇！安尼敢若真厉害，安尼就对啊结果咧，这个店员就出去大话讲咧，抓贼偷啦，还抓这个小偷好佳在咧，有其他人咧来甲斗相共，安尼就对啦欢迎咱这个 ELA 大大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讲好厉害哦，感恩。结果呢，凯大家咧写这个小阿姨来了，是送的小阿姨，凯我完全看无。为什么这个伟成功小阿姨来了这个碗粿嘛写小阿姨嘛一个爱心，是到底是送的小阿姨是请给我做一下解说这个新北市呢有这个小偷去偷呢这个自助的寄货区的商品啊，自助取件区的商品，结果呢偷快8万块的东西他就想说呢当成这个盲盒回家拆就对了。这个店员呢出去呢就喊说抓小偷，哇，感谢呢这个附近的民众的帮忙你是大家的小阿姨没有谁的这个小阿姨就对了跟我记得大家的小阿姨呢连杠都大家的舅舅是另外一个直播台的主播紧的我来看卖这个紧甲你关注起来，安尼就对了欢迎咱这个小阿姨我甲你关注起来感恩你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过来来甲大家讲一个咱这个呢日照中心的一港咱这个小作所拢有咧听我的这个直播的节目不管是因的督导也或者是讲咧，咱今仔的直播节目因马仔透早因就会听，所以咧感恩大家嘛所讲过一个咱这个小阿姨的频道咱会当去你甲搜寻一个我来看一下全名的这个 ELAINE 大大是个小阿姨安尼样就对了如果咧你若有听到这段，会当甲关注起来给你穿插一个安尼就对了过来唱一下这个歌曲咱的7次连空走，咱的7里啊连空走，感恩大家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
秋难改，中中心所随人在，夫妻和爱呀，奇情。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因爱官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恋。来，我回府何受亲像过了，羞愧又分开，红红的笑脸我无会做呀。一步行顺选骄傲自大，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冤家江村啊，江心。精心将将相对待，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是呢，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连空奏哦，比较不一样的歌曲，也就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呢，这个从头唱到尾哦，不一样的感觉哈、哦。感恩我们的这个 ELAN 大道哈，我们这个小阿姨说呢，哇，这个一人分饰两角啊，没有错哈、哦，因为呢，我早期呢原本学男生角色。那后面呢，遇到我的恩师林显元老师哦，那呢我就来学这个女生角色，那呢，自然而然的呢就可以两个角色来切换哦。我们这个呢，小阿姨说哦，我要订阅你，我特别喜欢呢讲台语的男孩儿哦，感恩你。讲这个小阿姨哦，感觉有点老哦，不然叫个姐姐这样子好不好？感恩呢我们的 ELAN 姐姐哈，再来呢欢迎我们的 KER 大上来语涵的广播电台。因为咧，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吼，每礼拜一吼到拜五的暗时8点吼，拢有咱这个直播的节目啊。但是吼，只有咱这个礼拜四是咱这个台语台哦，平常时吼是咱这个国语的节目，安尼就对了哈。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那呢，礼拜四比较特别，礼拜四呢是我们的这个台语台，这样就对了哈。再来呢，我看一下哦。所以你有演过歌仔戏吗？当然是有的哈、哦。这个专辑呢，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是我个人出的啦哈。所以说呢，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可以购买哦。以及呢，这个底下哈，我们也有赖群组的连结。那呢，一张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360元而已，非常便宜的，这是结缘价啦。那呢，今年还会再出一张。今年呢，这一张是一怒打金枝，下一张呢叫做陈世美反间，单色蜜欢干，是不一样的戏出，这样就对了。再来呢，咱这个伟成讲吼，那歌戏开始唱的时间呢，就是摆打的时间安尼就对啦吼。演前啦，碰壁啦，这个榴莲啦，来，拢家己来安尼就对啦吼。
过来吼，嘿，咱这个吼，话全都画起来吼，唔得爱楼顶招楼骹，阿母招阿爸，这个警察招贼啦，安尼就对啦吼。医生招病人做伙来甲你交关，安尼就对吼。过来呢，咱这个一诺大金鸡吼，一诺打金这个 CD 专辑里面呢，不只有我们传统的七字调以及都马调，也有我刚才所唱的这个七字连空奏啦、花蕉叶啦、良夜之歌啦等等之类的歌仔戏曲调哈。那呢，我们歌仔戏曲调最传统的就是我们的七字都马江湖杂念，咱的七里亚斗马调、江湖调，一讲咱十连马调。那呢，这张专辑里面居然有这个七字以及都马。下一张专辑呢，就会把这个江湖以及杂念调来把它加进来哦。过来呢，咱来讲一下咱今仔日的主题安尼就对。今仔日的主题呢，为什么甲大家讲呢？这个散播这个欢喜心吼。今仔日呢去到咱这个小作所，咱这个萤火虫的这个日间小作所因特别的咧照顾咱这个智能障碍小朋友的所在哇，因讲安怎咧？因讲这个咱暗时咧直播，因日时啊咧，若咧做这个手工的时间点咧，一定会来收看我的节目所以咧嘛，感恩咧咱这个小作所的收听，所以咧咱是不是爱互因一个热烈的呼啊声？有卖这个锅烧意面的安尼这个锅烧意面我劝你咧，这个我煮会煮伤烧啦，因为讲实在这个加速我嘛袂晓开。我只有法度用这个电磁炉所煮所以讲咧，这个锅烧意面加这个伟成买啦那加这个主播买咧，会煮伤烧的问题咱这个小阿姨讲这个碗粿好食哇！你若讲到这个碗粿好食碗粿本人咧是咱这个古涵电台这个管理员安尼就对啦过来咧这个碗粿好食你得爱甲问。看伊介意食这个甜啊，是介意食这个咸的，安尼就对啦如果你若是南部伫咱这个台南的所在咧，所南落的拢是咱这个甜的这个碗粿啦。因讲这个北部拢是咸的碗粿，我是无食过，安尼就对啦甲大家分享一个今仔日咧去到咱这个日照中心咧，来教咱这个好话四句联我就咧讲这个脚踏实地，财源来满厝地。为什么呢？咱较早这个涂骹咧，无像即马控一下这个砖啊角的啦，铺个瓷砖的啦，以及说呢，是不是都是土壤刚刚呢讲到我今天去这个日照中心呢，讲这个脚踏实地财源满处地满地的意思就对了那呢，早期呢，我们的地板呢不是像现在一样都一块一块的小瓷砖呐，以前呢没有这么的富有。所以说呢，你所想象如果说呢一个小瓷砖一掀开呢，哇，里面满满的黄金哇，那是有多好的事情那呢，我就跟这个日照中心的长辈族群呢，我就跟他们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说如果说呢，发现说呢，你的瓷砖一掀开里面有黄金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呢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马上回答了出来。他们说呢，第一件事情呢要打电话给老师没有错。如果说呢你家的这个瓷砖呢掀起来之后呢，发现里面有黄金呢，第一件事情先打给我，我先来挖那个黄金
再来呢，为什么讲到瓷砖呢？最近呢，家里的瓷砖呢有没有发生事故的呢？因为最近这个热胀冷缩这个早晚温差大，所以说呢，很常这个瓷砖有爆裂的情形哦。那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下了哈。而且呢，如果呢你破的只有几片你要等这个瓷砖师傅来修缮呢，还要等上1个月哦。所以说呢，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呢家里呢的瓷砖你有觉得它浮浮的啊，敲呢是空空的声音，就代表了说呢它里面已经空心了，快浮起来了哦，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哦。感恩大家哇，真的开始聊起碗粿这件事情哦。再来呢，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等一下呢继续来跟大家聊天聊下去哦。我们来穿插一下我们的这个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音哦。感恩大家的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来一首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音。公主做事你不明，颜水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啊已生病，待何人后心不惊？驸马晓心。无将你，因为爹娘啊梦凄离，风风岸边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吃开。难消气，听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讲说情义，并个王言听义。这首呢是我们的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音哦。在我们的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哇，这个驸马打了这个公主啦，用这个藤条所鞭打，咱来讲的这个滴顺插把戏安尼就对啦。所以讲的话，当然这个公主不爱原谅伊，所以说呢，就来唱这个7字连、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音哦，穿插几挂台语、国语安尼就对啦哈。过来呢，咱这个这个小阿姨讲哇，还蛮酷的这个楼下都聊自己的我们的留言区呢都聊自己的，这个主播讲伊的安尼就对了恁到底是有咧认真听我讲话无啦？这就是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的特色哦。因为讲实在因拢讲伊的啦，我拢讲我的，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呢，大家就是安尼互相体谅，安尼就对啦过来呢。这个还蛮酷的我们刚才呢，这个小阿姨说呢，这个楼下聊她自己的，就是说我们的留言区呢聊自己的这个呢主播讲她自己的就对了没有错。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就是有这个特色我常常说呢，这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在呢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一边来聆听因为呢这个主播本人没有长得很帅你也可以呢在底下聊天，你们开心就好，这样子所以讲呢，那收听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的朋友呢，无一定爱看这个荧幕啦你会当一边呢来做这个家内事，一边呢陪伴你的家人陪伴你的朋友做伙来做开讲哦。嘛欢迎呢咱这个 WAM 大大伊讲咱这个新书师兄，嘛期待咱这个久涵的广
播电台。那欢迎咧，咱这个小秋哦，小秋个倒转来吼，伊讲咧，真热烈哦，无毋对吼，大家咧开讲起来吼，真正吼有一个默契，安尼就对了吼，各聊各的也是一种默契，无毋对哦。嘛，感恩大家咧，无啥气嫌吼，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过来咧，咱嘛欢迎一个吼，咱这个WAM 大一讲咧，咱这个新书师兄拢礼拜哦。咱这个伟成讲吼，这个歌戏就是爱配这个白搭啦，才会开始吼，这个就嗨这个感觉就对了哈。歌仔戏呢就是要排这个摆摊吼，就是说烤香肠啦，打弹珠啦哈，对，没有错哈。如果持久的话呢，就可以考虑跟这个地主签场地约了。过来呢，主播要等这个什么4000个小时吗？下面一组4000个小时当冲上，其实我唔知咧。上面和这要等4000个小时。歹势哈，因为我真正是唔知影这个。其实我跟你讲，我开这个直播台咧，我无咧赚钱的啦，所以讲咧，我根本就唔知影讲吼，开到偌济人啦，伊讲讲咧有安怎吼，才会当盈利哦。其实我真正唔知影，我真正唔知影咧。我到今晚吼，我也阁唔知影这个盈利到底是要安怎用，我吼。拢是开这个欢喜啦，欢喜心甘愿受，安尼就对啦吼。过来吼，我来看一个哦吼。真侪人哦，欢迎咱这个英娟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过来哈，你的蜜蜂他说，为啥刚刚有破音的感觉哈？因为呢，我规工吼拢咧上课吼，这个透早上一场，下晡上一场，还下暗时咧，佮起来开这个直播吼，真忝呢。开会员广告啊，其实我不知道。很快就OK， 感恩咱这个小阿姨的这个祝福，应该咱这个新树师兄吼，感恩。因为基本上我是真正拢唔知影啦。因为咧，开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吼，伊讲咧，咱这个制造中心的推广活动吼，拢是要送咱这个歌戏啦。所以讲实在吼，这个盈利上吼，我无去涉略吼。如果若要盈利吼，通常大家拢会去这个抖音啦、钉钉啦，吼，就好盈利啊吼。嘛欢迎咱这个你好，给了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等下咧来甲大家讲一下故事的，先互我啉一嘴茶吼，拜托一下吼。过来咧，我有看到咱这个蜜蜂大吼，伊讲咧，你有这个 YT Music， 无。我无这个物件，我就跟你讲吼，我真正唔知影什么物件是什么物件。未来有问题可以问我，无问题但是吼，要安尼甲你问啦，我去你的直播电台甲你问嘛，还是咧你来搞我的 LINE 安尼就对啦吼。我来拍我这个 LINE ID 互你吼。不要紧，我这个 LINE ID 咧去你顶头咧，无人会加就对啦吼，所以讲咧。唔免烦恼讲吼，大家会加吼来骚扰，你放心，因为你这个 LINE ID 起来的，吼无人会加。伊讲咧，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这个资讯栏的连结吼，有咱这个 LINE 群组的连结哦。感恩大家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FB 的对啊，嘿，对。无唔对，你遮咧当宣传咱的歌戏吼，我真正已经足欢喜啊！嘿，对 ，FB 名字给你哦，FB 名字就叫郑雨涵，嘿，就是
一样我的名字啦，而且呢，这个头贴呢，跟今麦的头贴哦一模一样，没有这个如假包换那类的对啦哈。过来呢，来甲大家做开讲一下吼。如果呢，你若握到手的时阵呢，会发生什么代志呢？你会叫的人握手，还是讲呢，你会骂一下脏话吼，你会侧干辣椒的吼，握一下手的，还是讲呢，你有啥物反应吼，来甲阮讲一下。前几届咧有甲大家讲过吼，即个我的同事咧无细力吼，互即个货物咧倒过来时阵握着手吼，伊就豆豆啊听吼，伊讲握着我的手，拄好咧，即个手套单右出来，安尼就对啦吼。过来咧，我今仔日吼去到咱即个小作所吼，就是咧分享互咱即个智能障碍的小朋友、至亲的小朋友收听。你敢知影？因讲啥咧？因讲咧，若握着手的时阵咧，即个第一个时间点吼，因会先甲干咧。为什么咧会甲手干咧？会较袂疼嘛？我嘛毋知影为什么吼。我讲咧，如果你握着手吼已经足疼，搁甲干咧吼，可能吼，若搁无说你去甲加落吼，可能愈疼安尼的意思就对啦吼。再来呢，跟他用国语分享哈。上次呢有跟着大家呢来分享我的同事的笑话。他呢被这个货物呢夹到手的时候，抽出来的时候呢，他慢慢的说夹到我的手这样子哈，刚好这个手套抽出来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呢，他应该是不太会痛这样子哦，就觉得蛮可爱的。那呢，我今天呢去到这个日照中心所分享的时候呢，去到这个小作所分享的时候呢，他们说什么呢 ？OK， 没问题了，我看到跳出来了哈，许小姐就对了哈，感恩你。再来呢？你知道吗？这个小朋友说哈，他们通常呢会先把他的手指头赶快含住哦，这样子。我说呢，这样子真的会比较不痛吗？含着你的口水会比较不痛吗？这样子哈，我说呢，如果哈再不小心一点点哈，再不小心再咬一下哈，那就更痛咯。这个痛点神经很大条哦。结果呢，你知道吗？他说他当下其实很痛，他不是不痛哦，他只是说呢，这个反应这个慢慢的抽出来，他觉得呢可能比较不痛一点点啊。但是我当场已经笑到一个不行了，我无法安慰他哦。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之前呢小蘑菇呢介绍你来这里的时候呢，都一直叫你找这个陈雨涵哦，害你找半天都找不到这样子哦。再来呢，也先感恩一下今天的小作所呢，送我的礼物哦，感恩我们的小作所送我呢，这个猫生哲学的这个日历啦，然后呢，他又特别又多送了一盒这个色铅笔，他说呢，这上面可以画画哦，感谢你的这个赠礼哦，感恩我们的小作所呢，如果有时间可以画画的呢，我看可能要找这个蜜蜂呢。来帮我画一下这样子哦。再来呢，主题来拉回来，继续来播报新闻哦。咱赶快呢来讲一下咱的新闻哦。咱这个小阿姨嘛，熟悉这个蘑菇哦。哇，你看这个小蘑菇咧，大家都拢走安尼就对了哈。欢迎咱这个咧。SIW 大大咧，咱这个 Japan 的朋友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Japan 是要讲什么意啦？Japan 是啊，こんにちは，敢是こんにちは，敢是 Japan， 还是倒位的文啊？过来来讲一个哦，咱这个亲近农场的伊讲咱这个阿里山，还有咱这个江明湖听讲拢有落雪啊，都有下雪了爱期待一下爱紧去看哦，因为咧马仔的天气这个湿气较无遐重，所以讲咧你若马仔较去看马仔就看无啊安尼就对，所以讲咧这个亲近农场。阿
阿里山，也个有咱这个嘉明湖哦，今仔日有落雪哦。哦，伊认准咱是日本人的对啊，他以为我们是日本人，其实不是啦哈。哦，感恩你台湾哈，Taiwanese opera， 感恩你进来哦哈。然后呢，小阿姨第一次看这个节目呢，应该会觉得说这个节目怎么有点搞笑这个直播主呢，其实什么语言都不会，这个英文呢只会讲一句的 Taiwanese opera， 那呢我只会这个国语加台语这样子其他的这个语言呢就要靠着我们不管是新树师兄啦，我们的蜜蜂大大啦，我们的伟成帮我这样子感恩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过来呢来给大家报一下咱这个台中的新闻哦。台中呢有讲卖这个东石的蚵仔啦，结果呢去用这个越南籍越南的这个蚵仔呢来甲掺落，结果呢这个人去甲查的时阵伊讲安怎呢？可能是搬箱啦，可能是呢这个大盘商呢甲掺落。不是我的唔对，安尼就对啦当然啦，这个店经理呢嘛有讲当然我无去甲查到是我的这个疏失，安尼就对啦在我们的台中呢，有卖这个东石的鲜科的地方，结果呢，他掺了我们的越南的牡蛎啦。结果呢，他说呢，可能是呢这个大盘商呢给他掺进去的。那呢，这个店经理也有说，当然呢，我没有去做到这个监督的责任，我没有去查明他是不是这个东石的鲜科是我的问题，这样就对了再来呢，欢迎我们的倪荣和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抱歉，欢迎我们的倪荣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蜜蜂大大，请问你要跑去哪里了呢？我们的这个小阿姨说没事，你也只会国语没关系，安尼咧，咱同齐来学台语，安尼就对学一寡台语咧，袂歹过来咧，同款是咱这个新北市的新闻，安尼就对。同款的这个工厂的火灾好佳在咧，这个员工这个走来到这个顶楼获救我们新北市的新闻有这个呢工厂火灾，还好呢员工呢跑到顶楼呢获救咯，感恩呢这些消防队员就对了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伟成还邀请我们的蜜蜂大大呢，等一下一起来呼吸，这样就对了来，先来穿插一下我们的歌曲，我们的7字调来给大家听一下刚刚呢有唱《一怒打金枝》CD 专辑里面的歌词，我们现在所唱的这个7字调呢，让大家熟悉一下我们的这个新卡北北造三关，该话受益回中原，我们一起来聆听7字调。新卡北北造三关，该话所以回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保全。四盆无单百事为无风无摇花袂开。等待来三个来等落水，
会叫开。我们这个小阿姨哦，被我们的蜜蜂大大给逗乐了哦。他说呢，他没有氧气这样子哦，然后呢，听到这首歌曲呢，他决定呢，他不走了，这样子就对了哈、哦。哦，意思是他太累要睡觉，是不是？哦，原来如此啊。哦，那我等一下赶快呢来穿插一下这个腹式呼吸法，让你呢做完才可以走哦。哦，好厉害哦！这个小阿姨果真是这个直播主哦，居然知道呢。哦，原来她是因为想睡觉了，所以说会缺氧啦。原来如此，欢迎我们的这个月凤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你上来哦。那呢，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怒骂调。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收听这首怒骂调。心惊当前化过爱，哪敢当唱起歌麦？想兵做事想摇摆，定条大路逼你上地界。带动名字万金之躯，带领阿头来认输。哎呦，哪这么疼？当着我是拍金赛虎。定条大路，你无通存救。欢迎大家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小阿姨说哦，酷毙了！大家认识歌仔戏哈？因为呢，这首歌曲嘛，哇，大家呢。因为这首走三关的歌曲嘛，没有错哈。大家呢认识的歌仔戏呢都知道哈，这个新卡北被造三关，因为呢被这个徐佳莹给唱红了哦。那呢，你所知道呢，这个新卡北被造三关，该话受益回中原呢，这是咱这个王宝钏一港戏兵鬼哈，分开了18年，再次相会的时候所唱的歌曲。那呢，刚才所唱的这首怒骂调，就代表了说呢，很生气的时候呢，就可以唱这个曲调哦，叫做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哦。什么叫电视歌仔戏曲调呢？早期的叶青呐、黄香莲呐、杨丽花啦，这些呢电视的歌仔戏明星呢，他们所花钱去制作的曲调，叫做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那呢就把它传下来，让呢我们的后一辈的这一些歌仔戏的演员呢，可以来做使用哦。一样呢，在我们一路打进这个 CD 专辑里面呢，有这一 part 有这一段，也感恩呢我们的月凤说呢，哇，感恩大家。感恩我们的小阿姨的推广哦，她说呢，嗨，新同学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感恩感恩，谢谢你。再来呢，我们先来穿插一下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来做个结尾为什么呢要做上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呢？因为我怕这个蜜蜂等一下就要睡着了，所以呢赶快先来穿插一下。我们每一次呢这个雨涵电台的结尾呢都会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那每天呢来做咱这个歌涵的公布电台的时阵呢，尾啊拢会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的3件代志哦。咱来收听一个咱这个大妈调，做伙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不论呢是在鼻腔当中，在喉腔，在胸腔，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我们都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也要记得哦，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肚子要挺出来；在吐气的时候呢，这个肚子要凹进去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要来感恩的3件事情哦。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甚至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我们先感恩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感恩的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的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哦，这是最重点哦。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那呢，我们明天8点再会哦。感恩大家，也欢迎呢我们的亚历山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看到我们的伟成呢已经准备要这个扫地了，对不对也感恩我们的伟成的推广哦。大家好，新来的朋友呢，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感恩我们的伟成。那时间到了我们的伟成呢会帮大家做这个扫地清洁动作脚有没有抬起来的？能抬多高是多高，这样子了感恩哦，大家呢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我们的这个伟成说呢，太棒了，可以呼吸哦，感恩，也感恩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帮我打字哦，感恩大家。这个蜜蜂大大说呢，好几百年没见你哦，真的是原来如此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呢，我们的伟成说呢，大家等一下呢，这个歌仔戏节目呢结束的时候呢，别忘记要离开剧院前，这个手机、钥匙、钱包呢都要记得带现在呢没有手机呢是无法生活的或许呢没有带这个钥匙还可以呢找这个锁匠但是呢找完锁匠之后呢，你还是要有钱所以呢这个手机跟钱包最重点，这样子亚历山大说呢，还有悠游卡，怎么这么多？还有脚对，脚能抬多高呢？记得抬多高，这样的意思了等一下呢，我们再来穿插一下歌曲了因为亚历山大新进来，先让我喝口水，我们先听个空奏我们的这个小阿姨说呢，还有椅子也要放回去原来如此，这个剧院的椅子你们还要自己放一下
那呢，我们的蛙柜呢会负责呢帮我们这个擦椅子了哈。所以呢，如果呢你要把椅子这个放回去以前呢，记得哈在这个蛙柜的前面哈先给它擦一下椅子。穿插一下我们的花椒宴以及良夜之歌哦，感恩大家进来，也感恩呢我们的这个亚历山大哦。来聆听一下呢这个花椒宴以及良夜之歌。分阳光报七十相寿，心不可惜无理由，归爱多做去拜寿，连连今扫落优秀。quân đuôi không ca chiến kinh đi thơ bi hong tiếng kinh kỳ đã y cô ai kia liền đi心经领得娘富贵。金端爸爸心相拼，头顶皇冠边水，天配乐官天报义，我嘅悲菜何但可买回归。小平公主，军旅正是我的名，经济玉后出身帝王家，罗裙得印贵爱花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惊大礼，左思右想，不敢将礼陪。军队时将头家，贵爱啊贵爱，唔通严家想要探红杯。先欢迎呢我们的忍者大大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哈，以为呢像电影院一样的椅子哈，以前呢的这个剧院里面的歌仔戏然后是板凳椅子的，那呢是现在呢的类型呢才有像这个电影院一样哈，才有这个躺椅可以躺啦吃着爆米花啦，吃着呢不一样的零食呢来看电影这样子啦哈。欢迎我们的忍者大大哦，也感恩呢我们的亚历山大说呢，掌声鼓励鼓励哦，感恩你。以及呢，也感恩呢我们的伟成的掌声鼓励哦。再穿插一首歌曲呢，一样呢是我们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这首穿插完就结束了啦。感恩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不然呢再唱下去我们这个蜜蜂大大呢会撑不住哦。
再来，我们来聆听一下呢，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潇潇，也感恩呢我的蛙柜管理员哦。他说呢，本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周四呢是我们的台语台，请新进来的朋友呢，记得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本台咧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咱这个直播的节目哦。每礼拜四是咱这个台语台，所以讲咧新礼拜的朋友爱记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哦，感谢大家。收听这条莲花铁三郎一讲风潇潇。太子金条领风明，贵妇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火满身形。去老成兵，叫万姓。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我劳军敌因，恢复做义公论分明。哎呀，我红顶怎能惊伊小小红顶？困在道边，遐尼情形，不由过阿姨讲风花影。哟，驸马，落去抢抢为何来？爹娘70相寿，宴失败，心不宽惜，互人害意猜。身体欠安，请驸马你着爱谅解，并非故意，唔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咋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苦苦小事，以我动怒，就不应该哦。哎呀，公主啊！世上何定啊，是为大，虽然为尊，你敢知？天地君亲属啊，着招牌，君在亲上，你敢不知？在家父母啊，对你的挺身，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水明。哇，底下呢开始玩起来了哈，还有这个打蜡的啦，还有拖地的啦哈，加不赢呢，连我们这个小阿姨哈都加入了。再来呢，不小心被大家听到哈这个 B C 的声音哈，抱歉。
跟大家说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啊。因为呢，我白天还有这个超事业的工作，只有礼拜四呢是特别呢排给日照中心，所以说呢，我白天原本有这个超市的工作，那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还有直播。那呢，今天呢这个礼拜四我早上上了一场，下午又上了一场，那呢晚上才上来直播所以呢这个逼车呢应该算有点小小的正常了也欢迎呢我们的群呢，以及呢这个韩文的朋友，是不是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小秋说呢，下课了，我来了感恩。我是台湾人啦台湾的台南人。那呢讲的台语呢，有一些是我们南部的口音啦，有一些呢是我们这舞台上的用语，这样子欢迎我们的小秋呢回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再来唱个歌曲补你啦先让我喝口水，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复活了为什么呢？这个快下播的时候你就复活了呢？再来呢，我们这个小阿姨你也可以广告一下你的频道你什么时间点有直播啦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广告一下没问题的我们就是互相呢大家引荐一下。再来呢，我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亚历山大说呢，我也台南人这是台湾人的口音啊，知道了，没问题感恩。你这个有嘞，是不是这个南部的口音？有嘞，是不是这样子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我们来唱一下7字连空奏来给大家呢热闹一下因为呢我们的小秋呢好不容易下课回来当然呢要来补一下这个歌曲来听一下7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相亲相爱，伊爱君对身行百里实在太爱恋来，我会何受亲像姑娘，想开又分开，风计笑你我无悔注定悲哀，伊不经春选骄傲自大，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讲相那。讲心抓住菜，精心将将
兄弟代，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公主，安乐山当年犯境界，你父女性命险被害，飞扬南征北讨，战功到四海。阮爸囝尽忠，何其带动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去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连飞天也要比我地位高。贵家宝堂，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你理甲阮这在金銮，不准公婆，你敢心安？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捧红，定定甲你才相共，表示君王最难当。再来呢，我当然要来看一下呢大家的留言哦，感恩大家没错，这个小阿姨的频道呢，这个 ELAIN 大大拍摄我英文真的不好，所以呢我就算看着我还会念错小阿姨的频道呢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呢，这个4点半播到7点哦，4点半播到7点5到6、7哦，2个半小时哇，那你也太厉害了吧！所以说呢，看完这个小阿姨的频道之后呢，刚刚好这个休个1个小时的时间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要让你去吃饭的时间点了所以说呢，刚刚好呢，你可以趁这个时间点来吃饭。主播大波浪卷发呢，你之前呢也有用过难怪这样子好看吗？我还想再去给它用个更卷一点点能懂我有点累直播的感觉直播呢都是辛苦了这样子感恩我们的亚历山大，我们呢明天再会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伟成说呢，小阿姨你看雨涵的直播播得好开心没有负担的直播。小阿姨呢想播就播，没错我们的这个忍者说主播辛苦了，超帅，感恩忍者的支持与鼓励啦，感恩你。欢迎大家咧，期待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拢有咱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别忘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感恩大家。因为主播本人有小可无闲我日时咧爱上班暗时起来咱主持节目，拜时咧还有咱这个日照中心的这个活动感恩大家的支持真的是没有负担的直播可以比较长久了再来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聆听这个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那呢为了我们这个小阿姨呢第一次上来来我告诉你，我们呢来播一下呢不一样的来播这个呢这个伟成小时候的痛苦记忆这个地顺插霸机欢迎呢我们的蓉蓉他说呢雨涵也太忙了吧，没有错，有点小小的忙但是呢我们乐在其中呢，就是呢推广这一些呢文化戏曲的东西呢让我们呢可以非常的快乐。今天呢没有教到这个新年好花4句联我会尽量的赶快在这个过年前呢教大家呢可以这个熟能生巧对，
没错，来，我们来听一下呢。哎，雨涵良善这个阿公阿嬷呢，多喜欢主播啊！没错，哎，那个我前几天 po 一个这个限动哈，这个阿嬷呢就把我抱在她的胸前哦，我就 po 说呢，有没有看得出来呢？我快被这个阿嬷吃掉了哦。再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呢，这个伟成小时候的痛苦记忆，咱这个迪顺插巴西。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线？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怕你毋知理，毋知义。今日请你食地笋茶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哪敢当手只看海？想变做事，想摇摆，定要打落，并你心地改。因一句抓定阿头来民诉。哎呦，怎么会出现这个忍者说呢？这是什么吕雪凤的吕凤雪的声音吗？还是你在写吕雪凤？不是这个是我个人的声音哦。再来呢，我们的蓉蓉呢，拜拜，然后呢，以及这个小阿姨说拜拜啊，感恩大家，明天我们8点再会哦，感恩呢来回忆一下这个伟成的这个迪顺插巴西。三大电机不同样，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贵爱，你太过分，2摆斗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到，互你过到我文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搁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大金鸡敢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互人心头痒。动手甲死啊医生病，奈何忍跳心不平。不怕小心，无将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边啊，将了去，分泪去灵啊，来吃亏。打吹风管来笑气。金手衣，我嘛无够找情义，便可光阳平伊。